在个新闻要来介绍米线的大比拼，先来讲越南。这个越南唔那是这个河粉出名，米线嘛是真出名。高雄这间这个越南的米线呢，内面有这个红烧牛肉米线，这是呢内行一定会点的。这是用50多种、20多种这个香料炖几啊点钟这个汤，配合这个真嫩的牛肉，这个食起来小可咸咸，佮味味的口感，愈食是愈爽脆。啊，另外一出呢，另外这个是这个重庆口味砂锅的牛肉米线，这是芳麻甲青出名的，用各种药材去炖这个汤，配合为中国直接运送过来这个米线，内面有这个馍啊、啦、土豆粉等等，好让客食甲真够开。4点外种的红烧汤头甲搅落去，佮有掺一寡馍啊、土豆，还有牛肉。再来佮较豆皮、海带丝、木耳等等配料，规碗的砂锅米线的香味随片会到。就是非常道地的大陆口味的麻辣鲜香，然后就是辣得很舒服，不会让你感觉很刺激的感觉。高雄这间重庆口味的砂锅米线，头家娘选用中国低温过来米线，嫩嫩佮 QQ。汤头用20多种的药材去控的，口感是芳麻，又佮味味，滋味食过就难忘。芝麻呀、花生啊、酸豆角啊，这些种种之类，很多都是我们家乡的特色味道加进去的。四川口味的米线，芳佮麻，口感丰富，真热赞助。啊那越南的口味就较正。牛肉真大地，佮搅用柠檬草等有20多种香料控的汤。再来过南高赞塔，美国盐水有微凉点睛的效果，食伫嘴内真满足。那个牛肉是又软的时候很入味，那个米粉就是 QQ 很软的，就 QQ 的这样。越南米线同款讲究口感甲香气，各南盐水高赞塔，或者滋味拢提升起来。我们米线的加红烧牛肉比较不会腻，那个越南那个叫美国香菜，台湾市场上没有卖。就是特别是人家有在专门在种，特别是订，跟他购买。米线的汤头甲配料，越南、四川拢无同款，看起来简单，要不背后拢是真功夫。多赞厨的口感，好食过人拢难忘。